てくるんですよ。私は待っていますから。内地へ行く少年校翼の選手を募集してるのなんだろうな。什么你要参加吧？还是要去种的所在呢？延平，嗨，嗨什么嗨呀？你那个鬼子的口气还不改啊？怎么会？很矮了。你要不要带去做？也不你严梦哎。接获情报，张太阳的儿子就藏在你们这儿。走。你不能这样子！哎，这种都是警察敢来打。马拉卡，你最近敢无啥精神呢？我是惊我袂用阁继续读初中啦。我妈的事情比你身体还要紧。就算没办法做事，我怎么吃不起你嘛？